今啊，继续来看大甲妈绕境回銮。一透早经过中华明道大学的时阵，这个銮桥是进入去校园停桥祈福。啊，明道大学是大甲妈进乡唯一停桥的学校。今年真有可能是上尾一届入去了，因为明道大学7月31就要来停办，老师甲学生拢真唔甘。啊，这个銮桥一路往北边行，天气翕热，有信徒准备100公斤的西瓜，现场切互乡客来食，要互大家解喙大。旁店西瓜对半切，红色的西瓜汁怎喷出来？所有个佮用专门切西瓜的工具，套伫西瓜切面切落去。1秒就将西瓜切好势，分送予对大甲妈进香的香客。西瓜到接个甘甜，香客是烧这要吃，排队排甲热肠。天气这么热，吃西瓜是不是很解渴？对，很棒哦，很棒。这西瓜全部拢是这位张先生家己传的，这已经是第2档免费提供予香客食。差100外斤吧。100外斤哦。这边有没有咱乡客食较欢喜啦？吼。安尼上好啊。回銮的路程天气翕热，食西瓜挤喙焦，补充体力。对咧行的进香队伍有9公里长，阁有不少人三毛里，但被软脚卡。那回家再穿就保平安，老公的一家之主，可以平安就全家平安。銮桥经过鼻头乡的时阵，专工一位明道大学，校方也举办表演活动，夜妈祖。大甲妈銮桥连续19档到明道大学停假休困，今年已经有可能是最后一摆。是因为我们明道大学在7月30号即将停办。学校讲，因为小组化，即卖剩无够1000个学生啊，只好停办。准备我就1个礼拜，这是已经20几年啊嘛吼，有点不舍啦。颜清标讲，学校停招，也毋过也是有学生啊也被毕业。那是每年学校也是有举办妈祖文化季相关的活动，銮桥也是会入来学校祈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